漢文常曰：劉恒係漢高祖劉邦嘅第三個兒子，最初被封為代王。當時呂后娘家嘅勢力好大，造成政局不安，紛爭不斷。直到呂后死咗之後，朝中大臣同劉氏宗族先至聯手誅除咗呂氏外戚嘅勢力。經由會商之後，一致認為劉恒既賢能又孝順，於是公認佢為皇帝。呢個就係歷史上有名嘅漢文帝。文景之治就係佢同兒子景帝所創立嘅漢朝盛世。佢雖然歸為帝王，但係侍奉生母薄太后，日日夜夜，從來唔敢懈怠。有一次，薄太后生病，足足病咗有3年咁耐。文帝服侍母後，總係殷勤看護得好周到，連夜間瞓覺嘅時候都冇好好合過眼，甚至連衣帶亦都唔敢解下。母親所食嘅湯藥，佢都要親自先嘗過，確定湯藥冇毒，冷熱合宜之後，先至送到太后面前。佢嘅仁孝名聲因此傳遍咗天下，冇人唔讚頌佢。漢孝文帝，母病在床，3載侍疾，湯藥親嘗。文帝，姓劉，名恒，高祖第3子也。初封於外為代王，生母薄太后。帝朝夕奉養無倦怠。太后病3年之久，帝侍疾，目不交接，衣不解帶，所用湯藥，必先親嘗之而後進。仁孝之名，聞於天下。